嗨，大家好啊！又係我君君老師，雅言大講堂嘅主講者黃慧君，不忽黃君君老師嚟到我哋雅言大講堂嘅第40集啦。話咁快，我哋就嚟到第40集啦。由聖誕節嘅試講到而家，之後1月1號，今年2026年1月1號元旦開播到而家，話咁快嚟到40集。我亦都知道好多粉迷，無論新嘅粉迷咧，都好中意睇我呢一個雅言大講堂，我非常開心知道你哋中意，你哋嘅好多私信俾我咧，我都好開心知道你哋非常中意我雅言大講堂。我哋會有陸續更多嘅特別新話題去同大家去探討嘅，或者係分享，或者係我哋嘅傾偈下。好啦，今日我哋嚟到第40講咩咧？今日講呢個話題咧，就相信咧大家都應該要即係知道下嘅，叫做係一個理念咯，就係呢個就係叫有國而後有家，知道嗎？點解我咁講咧？曾經喺好幾年前咧，我遇到有好多人咧會同我講，我冇國家嘅，我出生就喺呢一度，我哋冇國家。我哋唔知道我哋國家係邊個，我哋就係呢度地道嘅人，本土嘅人。好啦，我或者咁話俾你聽啦，千百年前都是一家，你就望望你嘅眼睛，望下你嘅皮膚，望下你嘅頭髮，就得到嘛。你染晒頭髮，換咗隱形眼鏡變咗色，你嘅皮膚再漂白，你嘅心裡面都係嗰個人。都係屬於嗰個國家。even 你話我唔滿意某啲政權或者係某啲人物，呢啲係一回事。但係作為呢一個地方嘅人，你其實就係嗰個地方嘅人，你冇得走。骨子裡就係骨子裡。而另一樣嘢就係話，一個家都尚且要有人去組成，要和諧相處，先能夠成為一個快樂、開心嘅家。而當一個國家係要有咩？有好多唔同嘅組織、唔同嘅家庭去組成，然之後去點樣去保護好呢一個國家，令到佢強大，可以有更多嘅資源互相照顧。喺咁嘅時候，我哋係咪真係可以狠心到講，我哋唔屬於呢個國家咧？even 你話我移咗民去第二度，但係你又會覺得嗰度啲嘢啱你食咩？嗰度嘅地方啱唔啱你住？揸幾千里公里路先至可以買到嘢食，去到個超市度，你又覺得啱唔啱咧？啱唔啱食咧？啱唔啱住咧？有時會覺得，我真係會覺得，你要知道，你嘅國就係你嘅國，你嘅家就係你嘅家。你冇理由話羨慕別人嘅家，然之後話我去契佢，我過去佢度住。你可以嘅，不過即係話有啲嘢係根深蒂固，植喺你嘅生命裏邊。你要知道，你嘅家就係你嘅家，你嘅國就係你嘅國。你所食嘅都係佢嘅米飯，知道嗎？你所受嘅都原本就係佢嘅教育，所以冇得走嘅。如果一個國家衰敗嘅時候，叫一榮皆榮，一孤皆孤。當你個國家被人侮辱，例如好似我哋以前中國叫咩？會俾人話東亞病夫呢一樣嘢。曾幾何時，幾多人為咗佢去點啊？去戰鬥，希望打爆呢個東亞病夫呢個名。你知道嘛？幾多先烈、幾多先賢嘅犧牲，去為咗保住我哋嘅顏面。我哋今時今日，我哋其實都活得好自由、好開心。並冇你哋想象中講到咁恐怖，其實真係要知道，曾幾何時，你哋嘅國家係俾人點啊？纏喺地上踏，到而家你哋可以高聲咁去開心咁玩，四圍咁嘅旅遊，咁自由都唔開心咩？所以就話，如果個國家衰敗嘅時候，真係一榮皆榮，一孤皆孤。到時你 even 走到去外國，你出咗咩事？你個國家都唔會 back up 你，因為有咩事嘅時候，其實都要國家嘅外交部出面去將你補翻翻嚟。
知道嘛？所以記住啦，去做二等公民，同係喺你自己嘅國家裏邊做一等公民係好唔同嘅，知道未？今日就講到呢度啦，雅言大講堂嘅第49就講呢樣啦，加油努力，大家加油啊！好，拜拜啦，拜拜。